过来看高雄高山某一间公寓有发生命案，讲有一户的房间3大内底有藏一副尸体。这姓陈的嫌犯讲，伊家这死者拢是诈骗集团的人，因为死者有啊借钱，拢无还，双方才会起冤家，闹出人命。目前嘛，还有查到有另外3个可能有协助藏尸体共犯，警方是抓人全部上班。 警察处处疑密，死者的遗体被送出大楼。高雄高山美术东乐街附近发生藏尸的命案，警方初六接到陈姓嫌犯的妈妈报案，到场了后发现可姓死者坐倒伫烫树内底，头壳予地下套的，身躯有真侪外伤，赶紧先将搁伫厝内的陈嫌抓起来。停留在这个屋内的陈嫌就及时逮捕，现场采证后，那我们查扣了疑似作案的皮带、凶器，还有毒品跟吸食器。 目前我们正紧急送验比对中。主嫌陈姓男子甲疑似是共犯的陈嫌阿姊等4个人，陆续予警方抓回。陈嫌表示，甲死者可能拢是诈欺集团的成员，因为可能欠伊30几万，才会将人带倒去厝内暂住大约2礼拜。两人期间捌发生过几摆冲突，初5半暝闹出命案。伊找来阿姊等人想要将遗体送出去，并灭证。想要到长期伫外口做工课的妈妈，初6雄雄回来，发现伊目色甲真丝怪怪，追问了后，代志较瘪空。本分局会针对我们相应的结果来做交叉比对，勿枉勿纵。那这个案子侦办后，我们将以杀人罪嫌，还有我们的毁损尸体跟湮灭证据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。 陈男初6暗时接受侦查的时阵，一度表示身体无爽快，要求送病院。警方对伊的房间内底查到有血迹的皮带，怀疑就是作案的工具。陈嫌的阿姊嘛讲，捌看过陈嫌摕皮带拍死者，怀疑初次相验厘清可能的死因了后，警方后续会追查诈骗集团，甲陈男讲的债务是毋是诈欺的不法所得。记者陈焕武、面交馆高雄报道。